有冇諗過喺鄰近中環咧都可以翻到屋企，可以享受一個慢生活嘅度假空間？今日咧同大家嚟到咧薄扶林呢度咧參觀一個別墅，非常簡約嘅裝修，充滿外國風情，而且仲有連住自己一個私人花園嘅位置。所以第一層嘅空間咧就係客飯廳嘅空間，唔好睇佢係1980幾年嘅樓啊，可以見到呢度咧成個裝修業主已經翻新咗，非常符合呢度薄扶林嘅一個外國風情嘅度假生活。成個單位都採用咗個簡約裝修嘅設計，而且呢個樓底啊都係特別高，加上咧客廳呢邊咧連接住外面嘅花園，同埋業主呢度咧都裝咗一啲法式嘅落地玻璃趟窗，全部打開晒咧同外面嘅花園咧混為一體。廚房呢邊嘅空間感都係特別大，可以見到呢度咧一個 U 型嘅工作台面咧，儲存空間咧都係十分多，連接住外面嘅客廳。有冇諗過咧？呢個單位咧只係一個1800幾尺嘅實用空間，所以我個人覺得咧呢度咧係非常實用，加埋喺呢度咧擁有一個自己嘅車庫，可以話咧性價比極高。再上到嚟第二層開始咧，就係睡房區。呢一層咧就係2間房加個洗手間。首先我哋參觀右手邊一個比較大嘅睡房，可以見到呢間睡房嘅空間感啊特別好啊，因為咧左手邊咧呢度咧有成排嘅儲存嘅衣櫃空間，中間咧都仲有空間咧擺一個咧鋼琴嘅位置。再入到去咧就係一個咧睡房嘅空間。雖然咧呢個房同隔離嗰個細房啦都冇乜話特別好震撼嘅海景之類嘅，但係呢度咧望翻內園咧，反而咧有另外一種薄扶林獨有嘅外國嘅氛圍。再上到嚟呢一層咧，全層都係主人房嘅空間。前面2個門口咧，一個咧可以去到主人房嘅睡房空間，後面咧就係主人房嘅套廁。頭先我哋參觀嚟套廁之前，成個格調咧都採用啲簡約白色嘅，配合翻咧成個咧薄扶林一個氛圍啊，都好一個好特度假嘅感覺。再過到嚟呢邊咧，就係連接住主人房，中間咧就係一個極大空間嘅衣帽間。衣帽間呢度咧，可以見到咧有幾面嘅儲存空間啦，儲存空間特別多。再過到嚟咧就係一個主人房真正嘅睡房空間，有個位置咧都可以做翻一個偏廳，同埋咧主人房有 king size 嘅3邊落床。